然啦，要規律翻作息，或者我哋都會不外乎都用到時間表，一啲視覺化嘅時間表。咁咧家長而家見得到咧係都好密麻麻，有好多字嘅時間表啦。咁但係當然啦，我哋都要因應翻小朋友發展嘅年紀啦，佢哋理解嘅去設計翻呢啲嘅我哋講緊咧生活作息嘅時間表。特別想提翻，可能家長留意啦，即係可能當中我哋都會有一啲學習嘅時間喺入邊嘅加雜起。咁喺學時間部分嚟講咧，都要留意就係佢哋發展嘅階段。究竟佢哋可能嘅專注嘅水平，可能係如果係初小嘅時間，可能佢哋都唔能夠應付20至30分鐘以外嘅一個專注嘅水平。咁所以我哋都要因應翻佢哋發展年紀去計劃翻唔同一啲時間嘅安排。另外留意，可能放學之後咁我哋有個休息食茶點嘅時間。係咪個個學生都真係需要呢啲咁嘅時間咧？我都想提醒嘅就係啲時間表嘅設定嚟講咧，除咗我哋都要同小朋友商量，睇下究竟佢哋覺得點樣嘅安排去比較理想之外咧，留意部分小朋友特別係初小嘅小朋友，佢哋放學翻去，的確咧小朋友嘅狀態係會影響得到佢可唔可以直接專心即刻去做功課溫習嘅時間。部分小朋友可能因着佢哋幼稚園嘅時候都係嗰段時間都係一啲5歲嘅時間，可能咧喺起初翻初小嘅時間，我哋都安排翻個休息食茶點嘅時間，去調節翻佢哋咧係做一啲靜態嘅活動。咁唔係要瞓晏晝覺，不過起碼嗰段時間佢有一足夠嘅休息嘅時候咧，咁跟住先至開始做功課。大部分學生嚟講咧，可能呢個未必係一個恆常或者必須去安排啦。亦都建議家長留意時間表嘅推行，都盡量都要因應翻小朋友嗰個學習嘅狀態。究竟咩時間佢會比較精神啲應付學習溫習嘅功課嘅時間，去安排翻佢哋呢個嘅時間表。